香港都可以食到北海道直送拉麵。講緊嘅係呢一間喺大角咀屹立10幾年，仲有菜欄認證嘅拉麵鋪。食拉麵之前，首先試佢3款小食。第一款係老闆自家製作嘅日式煎餃子，餃子皮係日本直送，非常薄，帶點煙韌。除咗有平時日式煎餃子嘅胡椒香味，仲多咗少少香菇嘅口感。食落比起一般嘅日式餃子咧更加滿足，個人就覺得咧佢可以再煎得香口少少。而呢個炸豬扒咧本身覺得佢平平無奇，點知食落好有驚喜，絕對可以用鬆脆香軟嚟形容，肉質 juicy 鬆軟，必食推介。而燒雞翼同埋雞軟骨咧都燒得唔錯，香口得嚟，保留咗濕度唔會太乾，雞翼醃得再入味啲咧就 very good 啦。嚟到主菜拉麵，老闆係用咗白味噌再加埋其他唔同嘅調味料，令到成個湯底嘅色澤咧都比較深色少少，食落有淡淡嘅味噌豆香同埋鹹香。我自己咧就試咗豬軟骨拉麵，軟骨嘅位置做到軟身嘅口感，帶點膠質，肉嘅部分一啲都唔柴，整體豬軟骨夠腍身得嚟咧，保留咗啲咬口。食到最後有微微嘅辣味，啱啱好平衡咗豬軟骨嘅油膩感。而主打嘅北海道直送拉麵，令我對呢種金黃麵條改觀啊！冇鹼水味之餘，仲要同個湯底幾夾，食落彈牙，就算咧放耐咗都唔會好腍。唔好話我唔提你哋，如果中意食辣嘅朋友，仲可以挑戰下佢哋嗰個地獄拉麵。老闆對辣嘅層次咧非常之有要求，唔食地獄拉麵都可以試下佢個辣粉㗎。有興趣嘅朋友仔記得留言或者 DM，我話俾你聽地址喺邊。